奉天宫当年旧历10月25到27，拢会举办3天的社平安活动，嘛会分莆灵互民众来保平安。今年特别的是，这个莆灵是庙方100年前的腐板所印，是真难得，阁特别。所以阮即马这个。会甲重新印制这平安符。奉天宫伫1797年创建，到今有200多年的历史。庙方最近想要甲因的文物法器拢保存落来，甚至是请民众来提供旧相片。这届嘛，甲找到的腐板做数位化，通好继续传承。在这几年里面，我们找到了奉天宫的3宝就是奉天宫的大符印。那我们经过半年的时间呢，来把它数位化。社平安会伫后礼拜1到拜3来举行，唔来分莆灵，阁有彩龟、素福、歌戏、欣赏等等，欢迎民众来到闹热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